内政部推动鱼坪改革，要甲一般电梯纳入免计算量值的项目，嘛要限制管委会使用的空间无买车位，嘛免阁负担车道的面积。如果公设比至少会当减5%，上计明年实施。真侪民众买厝，上惊买到鱼坪大、是坪细的厝。为了改善这种的现象，内政部2月推出鱼坪改革。 避免无实用的公共设施出现，互坪数更较实在。往往这些建商想要把这个东西吃到饱，就会灌很多坪数在这种所谓公设面积上面。像现在设了这样的一个上限之后呢，这样的情况降低很多。这届的鱼坪改革重点包括因应超高龄社会，电梯是建筑必要的项目，修正前列电梯纳入免算用积项目。另外，还阁限制管委会使用空间，总用值是1%以内。过来是停车位甲车道的空间。 调整做专有，未来无买车位的人唔免阁负担车道的面积。透过改革，会当互公设比下降5%。过去会出现一种是说，我没有买停车位的人，他也要去分摊地下停车场的一些公设的比例，就有点被灌水的做法。他们应该想要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向，我觉得这个是好的。从明年开始的这个建案呢，通通测到不可以纳入，但是明年之前呢又可以，所以将来民众在买房的时候一定会很困扰。那我买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，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混乱，尤其现在在房价往下修的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觉得会给建商带来更大的困扰。国土署表示，修法以后，建商总销售坪数无变，而且未来会当减少无面卡计算坪数空间，后届买厝都敢考虑总价就会使。记者采访报道。